心脏衰竭病人每期拢需要换心脏，也毋过咱国内器官是真恶蛋。台大病院是表示讲有将近100个病人使用居家型的心室辅助器来暂时取代心脏的功能，毋免住院伫厝地当正常来生活。用上久的病人已经使用超过10档咯，佮通出国去佚佗。医护人员准备加2个为周先生庆祝掌声，因为50多岁周先生2013年9月时阵急性心肌炎住院，在等心脏移植，后来因为病情恶化，致使急性心脏衰竭，最后选择家己开500万安装居家型心室辅助器，到即马将近11年，毋但病情稳定，阁常常出国旅游。周先生也加做目前国内使用心室辅助器上久的病人。我听说是有1颗心啊，但是那时候是没办法 match 到我的身体，所以就没办法，当时没办法马上移植，所以就先装这个机器。负责治疗台大医疗团队表示，造成心脏衰竭的原因真多，也是所有病人拢适合心脏移植，能暂时使用居家型做心室辅助器，等让病人有重生的机会，毋免住院，也回去社区正常生活。台大病院过去30年来，居家型心室辅助器的个案数已经将近100人，年岁上细汉是10岁，其中有19人伫安装心室辅助器期间接受心脏移植。为自2018年开始，健保也有条件将居家心室辅助器纳入给付。移植今天装10年以后一半会死掉，因为不管是排斥或是感染，而且移植以后你必须要吃抗排斥，要吃5、6种药物。但是如果装上心室辅助器，你只要吃一种很简单的抗凝血剂。根据器官捐赠移植定律甲病人自主推广中心统计，目前在等器官移植的病人差不多1.1万多人，其中有344人在等心脏移植。不过平均每年心脏捐赠只有干那80例，所以院方希望居家型心室辅助器能提供心脏衰竭的患者另外一种选择甲希望。记者综合报道。